中国民众对7月开始会当出国旅游，日本宣布对中国抑个澳门入境的这个游客拢爱体检，不过东南亚一寡国家却是无设任何的检验规定。巴西波索纳罗有上千个持者呢，冲入去国会总统府等所在示威，当地政府出动电报警察，上报掠400外民众。不凡美国外交纪念储备情报给古巴，孟提斯结婚关20年已经出局，也互叫做有史以来上界危险的毒感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中国的消息。讲到中国疫情是当日关卡，因为政府确定咧7月开放，予中国人会当出国旅游。真侪国家即马是拖咧等。亲像日本，因就宣布讲，对中国抑个澳门直飞航班入境了后，就要做体检。而且伫结婚的进程呢，也着爱提供72点钟内的体检阴性证明。不过，伫咧东南亚有真侪国家，亲像是柬埔寨、印尼、新加坡等等，因是正欢迎中国游客入境，而且唔免做体检。中国7月开放边境，和民众去国外旅游，嘛，和日本为7月开始加强边境检疫措施。为中国本土出发坐直飞航班的民众，入境爱做抗原定量，也是 PCR 体检，加提供72点钟以内的体检阴性证明。12届进一步对为澳门直飞航班做同款的入境体检措施。经过统计，到7月为止的1礼拜以来，已经为中国入境的4895个人内底验出408个人体检阳性，占比差不多是8%。在东南亚国家是欢迎中国游客入境，包括柬埔寨、印尼加新加坡这些国家，拢宣布为中国入境的游客无需要体检就当入境。严格泰国原本要求为7月开始，为全球各地入境的游客需要在入境的时阵提交自完整2剂有风险证明。严格后續政策又個4月出銷。มันก็น่าจะมีฟื้นตัวครับอย่างน้อย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กินเขาใช้เขาเที่ย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เงินทองเขาก็จับจ่ายครับผม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ถ้าเกิดเขามานั่ง3ล้อผมก็ได้มีรายรับส่วนนั้นน่ะ了解国家比利时才打宣布要对中国入境航班做废水病毒检测了后，7月头一只班机就验出阳性反应，检过样本内底欠缺粪便，真歹分辨是毋是新的病毒变异株。今麦中国开放边境，嘛出现入境中国旅游，也是伫咧外国嘅中国人，等家乡过春节嘅人潮。Our daughter's coming in today because there's no quarantine, so we're just thrilled that China has done away with the quarantine policy. 中国政府统计，各国今年春节前后40天左右，会有差不多21人回乡回国的移动人潮，甲去年相比，约要翻倍成长，嘛恢复到疫情之前春节移动人潮的7成。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中国重庆的中原会稽药厂车节发生大规模抗议，8000名员工雄雄去奉石头路，爱因登去食夹击。一寡员工也上街头抗议，和警方发生冲突，这场面是真混乱。这间药厂呢，本地是咧生产核酸检测相关产品，却因为中国防疫雄雄来放令，药厂无生理，只好甲员工抬头。对镜头看到真侪警察回头一直走大，后壁有真侪民众一直等物件。警察是愈走愈远，后壁入的民众是哪走哪骂，真生气向警方等物件。有一寡警察被攻着，也过无强烈反制，只敢拿摕盾牌挡，一直向后壁摕。综合国际媒体报道，中国专门伫咧生产核酸检测的7G专注当核酸提取仪的重庆大渡口中原会稽药厂，伫咧无经过协商的情形下，直接甲几多千名员工辞掉，也无发放因工资。报道讲，差不多8000人过一年了就雄雄无头路。社会媒体是有大文讲，直接裁员上万人，伫催职案引发暴动。你们现在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请你们在10分钟内停止违法活动，撤掉标语，自行解散，立即撤离现场。根据 RFA 自由亚洲外国的消息，要讲2万位工人上街头游行抗议，厂内产品机器互人讲歹，相关的负责人被拍受伤。愤怒的工人自早到晚拢踮伫咧药厂内面，并且几多遍拍退警察。社群媒体有影片传出来，愤怒的员工大声喊着害钱。目前药厂方面对裁员加暴动等事件无做回应。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大开国门了，核酸检测无过再是防疫的必需品。药厂的大裁员被切断，变做爱裁员。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咱来看日本的第8阵疫情是搁再加悬。1月新年假期了后，一天的死亡人数，逐天拢有400-500人遐济，创下疫情爆发以来上介悬的纪录。其中真侪拢是视大染病来死亡。就一间康复机构统计因服务的上百个设施，竟然要到50成的机构有人感染，是前一批疫情5倍，而且医疗量能是愈来愈暗啊。病人倒伫眠床已经无法度讲话，护理师赶紧确定伊意识。わかる？苦しい。日本一个护理师顶个月底接到医生通知，赶紧到病人厝内底协助，发现这90多岁病人血氧浓度低到无法度侦测，也真喘。虽然护理师为伊挂上述鼻孔，毋过经过3点多钟，情形依然一直恶化，最后紧急送去病院。時間とともにですね、やはり悪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非常に見受けられました。持病がある方のリスクというも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と思います。这种互人真紧张的情形，最近一直伫日本出现。一国家照护机构针对因服务的上百间养老机构统计，目前已经接近50成机构传出感染，英国是顶一波疫情的5月。老大人感染，佫增加死亡风险。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新年假期了后，估计死亡人数一直超过400人，创下历史新高。为顶个月到今年初短短1个月，已经有1万人死亡。感染者数そのものがですね、今は全数把握というものが完全に行われてないんで、報告される感染者数、これはまだ第7波のピーク時を超えてはいませんが、実際はもうこれ第7波のピークをかなり超えている段階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過去、最大の死亡者数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医生也指出，死者大部分是老人，可能甲老大人自加强针的比例差不多只有60%有关系。因烦恼日本国内已经出现 XBB 变异株，那境外国以及主要伫美国流行的亚型变异株 XBB.1.5 可能会加速疫情拓开，医疗也面临加大压力。公视新闻徐焕良报道。讲到这政治也是互人痴狂，也若这政治结果定定互人掠狂。伫咧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有9000名的支持者，伫咧初八时阵呢，这冲破着警方所设的障碍，将入去国会大楼、总统府和最高法院，因是要抗议伫咧去年10月总统大选的结果。巴西政府是出动顶部警察和安全部队来压制。联邦区州长表示，上报有400人去互抓起来。也来讲到这巴西现任的总统卢拉。伊是要签署法令，要互地方恢复平静加加强治安。亲像这款的暴力抗击，也引起世界各地领袖因的谴责。不过，波索纳罗却用声明来强调，伊无杀人，也无煽动支持者，也强调讲安尼施做是违法的。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只有摕到巴西国旗，穿着国家队的球衫，将入去总统府内面，还佫摕手机翕相做纪念。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示威民众，初八突破警方设的路障，撞入去国会大楼、总统府加最高法院。为事敢若是2021年美国国会大楼被撞入去翻版。迄当阵人伫咧总统府内面的通讯部长，只讲示威的民众伫咧内面破坏。Aqui, no segundo andar do Palácio do Planalto. Como vocês podem ver, foi tudo destruído. Olha aqui, gente. Olha aqui, esse monitor. Olha que vadio. 伫去年10月总统大选，波索纳罗以无到200分点的差距选输了，伊的支持者就伫咧全国各地军营要求军队介入。初八，几落千位示威的民众撞入去巴西利亚的政府机构内面破坏，当局出动顶部警察，也佫调派安全部队来。伫5点钟了，动乱才平静落来。联邦区州长讲，至少有400个人被抓。代志发生迄当阵，巴西总统卢拉人正伫咧圣保罗，伊批评示威的民众，袂输敢若是狂烈的纳粹分子加法西斯主义者。Eles vão perceber que a democracia ela garante o direito de liberdade, ela garante o direito de livre comunicação, de livre expressão, mas ela também exige que as pessoas respeitem as instituições que foram criadas para fortalecer a democracia. 卢拉要签一份安全命令，来强化首都巴西利亚联邦区的治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宏、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个欧洲理事会等，全世界真侪国家的领袖拢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强调将会支持卢拉，并且捍卫民主制度。巴西民众真无法度相信讲，
暴力分子竟然想要占领国家的主要机构。Olha só, extremamente lamentável. É uma coisa assim inexplicável porque a gente tem regime democrático que。前总统波索纳罗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伊强调和平示威是民主的一部分，严过破坏甲入侵公共建筑唔是。同时，伊也补贴卢拉指控其对暴动爱负责任的讲法，伊强调对方无证据。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伫咧澳洲的西北部最近有热带气旋出现，是这10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这大草包虽然变作是江洋大海迄一样，一寡所在因对外交通是拢无法度行的。因为总理艾班尼斯就亲身去到灾区视察，也强调讲会提供资源协助民众重建。另外，伫美国加州北部，因迄个所在呢，大雨甲大雪是落甲真严重，自元旦以来已经有6个人死亡了。为空中看，大片草坡甲林地拢浸伫土水中，一座城镇的桥梁也互大水冲掉。澳洲西北部拄着热带气旋袭击，受灾上严重的金北利地区，这几天落一年的雨量，部分城镇交通中断，变作孤岛。需要以直升机疏散民众，也是运送救灾物资，连地市顶动物仔也受灾殃。当局形容这是当地10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呼吁民众暂时唔通前往重灾区。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拜一亲自前往视察。Today as well, we've had immediate announcement about support that's needed on the ground to help people be able to build back. That support is emergency financial assistance. It's also support for people to rebuild their housing, as well as to look at emergency support for contents as well. 看到灾区道路桥梁严重受损，艾班尼斯答应会提供联邦资源协助重建，也会对受灾户补偿。伫即摆水灾发生之前，澳洲东部去年也捌失败爆发大水灾，专家烦恼气候异常已经变作常态。镜头转到加州，自元旦以来，加州北部就因为来自太平洋的大气河流甲炸大气旋的相重袭击，伫平地大雨成灾，搁伫山区落创纪录的大雪。目前已经知影至少带走6条人命，其中包括1名幼童因为倒去的树仔底害厝不幸死亡。沙加面对这位查甫人，也因为未赴抢救厝边，感觉艰苦。My tree part of my house here snapped off and landed on my neighbor's tent and cut open the side of the tent, pulled her out, and she was unresponsive and her breathing was barely there. So 到礼拜2早起，加州有望有超过46万户家庭断电。气象预报显示，这波遮尔歹的天气会继续到拜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伫咧德国西部有一个伊朗查甫人和伊的亲兄弟去互指控，因的身躯顶可能有氰化物、蓖麻毒素这款有毒的物件。虽然警方去敲了后也无找到这相关证据，不过蓖麻毒素去互德国政府当作是化学武器，加上进前呢，德国政府才掠到几位反政府的极端人士，并对着这个事件，德国政府也讲要调查到底。一个32岁伊朗查甫人甲因兄弟七月伫德国西部去互警方逮捕，互人指控想要以氰化物加蓖麻毒素发动伊斯兰主义攻击。Wir haben die Hinweise von einem ausländischen befreundeten Sicherheitsdienst erlangt, sind nach Prüfung dieser Hinweise zu dem Entschluss gekommen, dass wir einen Durchsuchungsbeschluss erwirken und diesen auch möglichst zeitnah vollstrecken, um etwaige Beweismittel auch möglichst zügig sicherzustellen. 情报内容是讲，好亲像有人准备使用会致死无命的蓖麻毒素甲氰化物进行化学炸弹攻击。明斯特警局甲检察办公室随派人去伊朗查某人伫明斯特萨南峰城町的住所，全程拢请封予伊所查。Das Ergebnis der Durchsuchung ist, dass wir Hinweise auf die Giftstoffe und eine Kontamination damit nicht feststellen konnten. Es sind andere Beweismittel wie unter anderem Wir ermitteln gegen den Beschuldigten und auch dann gegen die weitere Person, soweit die Ermittlungen zu einem Tatzusammenhang führen, wegen des Vorwurfs der Vorbereitung einer schweren staatsgefährdenden Gewalttat.
警方伫顶礼拜啦，甲即个查甫人甲伊的兄弟做伙逮捕。即个查甫人罪名若做成立，会互人判6个月至10年的有期徒刑。伊的兄弟目前还阁伫咧侦讯，会依照调查结果决定是毋是羁押。随上德国类似的事件毋若一件，即几年不时互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激进组织攻击。2016年，耶诞市集伊斯兰国成员开货车冲撞人阵，造成12人死亡、72人受伤。2018年，一对突尼西亚翁仔某。互人发现伫公寓藏84号克的蓖麻毒素，调查是伫要因可能属有伊斯兰国的组织，到尾拢互人判刑。因为德国当局顶个月查掠到几落10个想要推翻国家的激进组织成员，所以即届毋敢无注意。公司新闻neu言编译。人讲正碗内生碗外，美国联邦加格管理局证实讲，美国上有迫害性的女间谍蒙提斯，放关20年了后，伫初6出狱。伊无亲像一般的情报人员是为着个人利益去做间谍，伊是因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行为，伊看了正18袂惯势，才选择要出卖国家。伊伫咧1984年时阵去互古巴的情报人员吸收起，成做古巴的间谍。1985年的时阵呢，蒙提斯渗透入去美国的国防情报局 DIA。自安尼时开始呢，伊就固定传情报予古巴的特工，一直到2001年的时阵去互抓到，判刑25年。蒙提斯也去互认定过是美国情报有史以来上界危险的女间谍。DIA 阁摕伊的案例当作是反情报教材，协助是影片。相片中老剃头毛的女性，就是互 DIA 影片叫做上名人的安娜·蒙提斯。第一方发现为古巴做间谍进程，伊是情报局当时间中的善良体贴的女性，也是中国间中头局的员工。In the time that I knew her, I didn't see anything that brought to my mind a suspicious thought about Ana Montes. I really thought she was loyal,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 single incident, not even a single incident that I could point to that would have driven me to think that mayb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ere. 安娜先后读维吉尼亚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攻外交事务甲国际关系。2016年，也就是伊方掠入监的14年了后，华盛顿邮报把报道指出，安娜因为支持拉丁美洲的左派政权，学生时代对雷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满，所以受到古巴情报单位注意，互吸收，后来进入国防部情报局 DIA， 也是古巴政府的注意。安娜和某一寡同事怀疑的所在，都是伊对家己的工作以外的公务也真有兴趣。特别是古巴情报方面。I knew Ana, and when I saw her involved in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Cubans were interested in, it began to make me quite nervous. And so I had a gut feeling that something wasn't quite right. I began to see that she was, very much involved in specific events that I was studying, as a counter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my concerns about her began to grow. 1996年2月24日，一架准备接送古巴流亡人士的美国飞行机，伫佛罗里达外海，互古巴战机拍落来。美国中心评估对于古巴的情报工作，安娜也参与其中。不过美国发现，较安怎拍拼也无法度突破古巴的反情报网。最后竟然发现几位模范员工，将美国军事甲情报相关机密泄露予古巴的超级间谍。安娜伫2001年伫办公室被逮捕，2002年被判25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虽然伊65岁中期自由，不过加勒比海两岸的谍报战游玩也来继续。公司新闻徐家进编译。讲到电动车是愈来愈流行，为着要拼市场，特斯拉顶礼拜5搁再降价伫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介绍，甲3个月前来比上济差24%。其中一款 Model Y 含台湾牌介绍是差要大票100万，所以引起一寡中国拄交车的这个车主是真不满，因走去特斯拉各地头的店面抗议。大地民众来四川成都一位特斯拉销售中心外大声话维权抗议，部分人士甚至甲店内的水甲四手这种商品抢了下线。类似抗议也伫咧北京、上海这个所在发生。会这么生气，是因为特斯拉较无3个月来2届伫中国宣布降价，互拄仔买车的车主现买现了。We think with the resources here that we can build the Shanghai Gigafactory in record time.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opefully having some initial production of the Model 3, this vehic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achieving volume production next year. 特斯拉看好中国市场，4年前伫上海建造超级工厂，这几年因为疫情封控加竞争激烈，才会影响销售无亲像预测。统计显示，特斯拉上海厂去年12月卖55700多台电动车，比11月下降44%，也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为了消化库存，特斯拉只好减产，销量线降价。甲3个月前比起来，特斯拉2款主要的车款降价幅度达到13%至24%，其中 Model Y 目前降到人民票259900，差不多是1167000台票，甲台湾差约要100万。特斯拉毋但伫中国降价，尾也嘛宣布调降伫日本、南韩甲澳洲的售价，目的是要刺激对上海厂的电动车需求。台湾特斯拉主要为美国甲德国进口，目前无调整售价的消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对动物这个福利呢，也个注重这动物友善这几个观念，最近这几年是愈来愈受到重视。对这畜牧场宠物一直到动物园，日本最近就有一个协会针对着10间动物园进行调查，内容包括讲这动物的生活空间敢是有够，也来讲到因食的这个饲料敢有营养，这动物敢有健康。透过一个调查，会当协助动物园改善饲动物的方式。正住在铺伫水面，看到正高水，不过这动物过了咁好，生活环境是毋是适合因咧？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最近按算对10间动物园做调查，协助园方改善饲养动物的方式。协会的调查是根据动物福利的概念，这个观念是为1960年代，当时英国出现真济工业式的畜牧场，引起民众对动物生活环境也加条件的关心。最近连宠物甲动物园嘛是同款，无共国家的动物园。伫引进动物的时阵，也必须接受饲养环境的审查。日本较早就因为有动物园无达到标准，无法引进后鸭水兔。動物の福祉を向上させる取り組みがなければですね、動物のやり取り信頼してその種を保全していくこともできなくなると。お互い信頼して、動物を飼育管理して繁殖につなげ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ると非常に重要だと思います。調查項目差不多90項，包括生活空間是唔是有夠，園方是唔是有系統記錄管理飼料的營養成分，也加動物的健康狀況。隨上改善動物福利，唔有助動物園引進外國物種，也當得到遊客的認同。高地關一間動物園就營造親像是野生生態地環境，親像麒麟鹿甲灰條馬。做伙伫真快草坡啊饲养，友善的饲养方式也得到真侪人学乐，互这间动物园连续2年拢摕到冠军。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就爱较常出门去行行咧，这身体才会较勇敢。英国和波兰有做一项研究，因发现讲，就算伫咧寒死死的冰室内面，依然对身体是真好。北半球即马是冬天，真侪国家拢落大雪，规个拢是冰天雪地。伫咧圣诞节加跨年的时阵，真侪人唔惊寒冷，又愿行出户外，感受节日的气氛。In our previous research, we've shown that exposure to natural environments or nature, in very simple terms,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positive body image. People who spend time in nature experience an immediate benefit in terms of their positive body image. 以前有研究讲，踮伫咧大自然的环境对人的身体真好，因过拢是讲伫咧森林、海边啊，这种热天热地。英国的学者甲波兰医学大学的一项研究，甲87位女性送去落雪森林内面踮40分钟，发现自我身体意向甲自我同理心拢有明显的提升。One of the things we are interested in to see whether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s are equivalent, whether they have the same effect. Our studies so far suggest that the effect is likely similar across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s. Although one previous study that we did conduct did find that blue spaces or natural environments with a view of water tended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green spaces alone. 伫咧芬兰的罗瓦涅米，因为是圣诞老人的故乡，真出名。虽然是伫北极圈南边6公里，温度是零下10几度，也是有真侪游客来遮耍。The snow, the lights, and also the atmosphere. Everybody is very friendly. Just with the snow and the tiny Christmas lights everywhere,
like you kind of feel like you're in a Christmas movie. Every single study that has been conducted so far, certainly by our team and certainly by other teams as well, have all shown that spending time in nat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body image. In very simple terms, going for a walk in a snow-capped environment had a immediate positive effect on body appreciation or positive body image. 学者认为，人若是伫咧大自然的环境内面，想法会较正面，会当甲普通时的负担甲压力消透出来。以后因要研究落雪风景是毋是比其他的自然环境的景观，更加会当互人恢复活力。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